我哋用少少時間，首先嚟講下即係呢一個星期五母女呢單嘢先，即係阿邊個你講講個背景先。阿金。話說就上個禮拜五星期母女嘅主持人就邀請咗阿龍琛上去做節目啦。其實我記得嗰陣時，我見到 chat room 都有啲人已經有少少 concern 啊，即係拎佢上嚟會唔會有危？其實我嗰晚嘅節目已經講，我一陣先講。我嗰晚嘅節目已經有 concern。好，你講，跟住咧，我講，跟住咧就咁啊，邀請咗上嚟做仲阿力蘇仲請咗一位女 model 過上嚟啦，咁樣。咁可能會增加節目吸引力嘅，咁但係阿龍琛咧呢個時候就好有我話好有個性咁樣咧，就表演緊自己，咁有呢個非禮嘅嫌疑嘅，就唔好話睇得好清楚咁非禮嘅，咁就引起咗好大嘅迴響下，甚至喺節目上面力蘇亦都發貨喺度鬧翻佢咯。係，咁就係今日個聲明，你簡單啲講下阿於飛同大家係。今日嘅聲明啊！今日我哋嘅聲明嗰幾點，你睇睇先啦，然後我再解釋點解即係咁樣啊。睇先啊！咦，我未開翻，開得翻係。Anyway， 即係呢一個係好啦，咁我講講先，你就讀個聲明。其實大家嘅睇法完全係錯。第一，其實喺入邊嘅聲明，我已經強調咗，我哋個18禁嘅節目，呢個唔係個講粗口或者尺度嘅問題。因為咧，我哋如果係18禁，你除非咧就變咗係4級，我就會禁你。如果唔係咧，呢個完全唔係呢一個自由尺度嘅問題。咁牽涉到兩 part，一 part 就牽涉到嗰個女仔，牽涉到個女仔星期六開始，宇陽就不停聯絡個女仔。個女仔咧似乎就冇乜嘢 hard feeling，但我唔能夠強調係咁樣，因為咧佢就去咗外遊，一定要佢翻嚟再親口講一次，佢會唔會追究呢件事？如果佢要追究呢件事，咁我哋係冇選擇，即係人網係會全力支持佢。提供證據，即係咁樣係，因為但係一定要個女仔自己表態，個女事主點解咧？因為非禮同強姦係一樣告訴乃論嘅罪嚟嘅，即係你同你女朋友做愛，即係佢係覺得係咪強姦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唔能夠睇個外表行為，但係表面證據就成立㗎啦，即係咁樣係，表面證據就成立㗎啦。但係亦都唔係因此即係而停呢一個星期六母女係最大嘅理由係乜嘢咧？最大嘅理由咧就第一，即係我哋請有好多人嚟呢度做主持咁樣樣，即係我哋有乜嘢 expect from 佢哋嘅咧？唔包括佢哋唔走去第二個傳媒啊，或者去其他傳媒做嘢啊，或者政治立場唔同，呢啲完全唔係問題。即係家豪請過晒民建聯嗰啲人上嚟㗎啦，即係咁樣係咪？大家嘅政治立場睇法問題完全唔係問題，即係咁樣係。咁就係首先，即係我星期五表達咗 concern 嗰刻，我係唔知道佢同時揾個女仔來，所以冇制止到。如果有，我即場就會唔準佢做。咁呢一個係人網管理層嘅失責，所以我慢必同埋宇陽喺呢個通告入邊已經道歉。好啦。咁係咪要讀一讀通告？你講講。咁啊人網咧就係發表咗個聲明啦，就住星期五母女嘅事件啦。咁啊係住係香港現場搏嘢就變咗4仔啦嘛，你一變咗4仔當然係唔得，即係咁樣係。咁啊，以香港人網管理層發表嘅，咁就係香港人網對於上星期五一集嘅星期五母女節目引起之不愉快，向網民及公眾道歉。第二點就係香港人網管理層咧決定無限期停播星期五母女呢一個節目。第三，香港人網一直奉行編輯自主原則，對節目邀請之嘉賓，包括今次嘅龍琛同埋該名女嘉賓主持咧，其實事前冇作出任何嘅干預嘅。星期五母女嘅節目呢，乃係預先呢已經係標明咗係18禁嘅節目嚟㗎啦。節目亦都寫明已警告18歲以下人士切勿收看。而後一點呢，就係喺週末期間呢，香港人網已經主動聯絡女事主了解事件並提供協助，但係女事主呢現正外遊，未有呢肯定嘅答覆，故呢就延到今天呢先係發出呢一個聲明嘅。而女事主呢，如果有任何需要呢，包括報警求助，香港人網定必全力協助嘅。仲有一點，鑑於龍琛早前喺城市論壇之言論呢，香港人網覺得若果要訪問龍琛呢，應該有專業人士喺在場啦，提供輔導較為恰當嘅。如果唔係咧，就對佢本人呢、女事主同埋公眾咧，亦都有欠公道嘅。大概內容就係咁。係啦，咁即係我講最重要一點咧，即係我哋相信，即係將個節目交俾其實個主持人，幾乎有絕對嘅自主權。
呢個係一個信任。如果唔係咧，我發現你有好唔對嘅嘢咧，我唔會立即停止你或者 ban 咗你。咁呢個包括第一，如果你做節目做得唔好咁樣做，即係做一段時期，我會 cut 咗你啦。咁第二，呢個就牽涉到好重要嘅嘢。你請龍心上嚟做節目，我已經表現咗 concern。點解啊？因為佢喺維園講嘅嘢係自己聲稱係呢一個黑社會，係黑社會。呢個喺講一啲犯法嘅言論，而佢係有精神病記錄嘅，係食拍丸啊嗰啲或者食白粉啊，係啊，身上有啲禁藥嘅。當你請一個人咁樣嘅人上嚟，再請個女仔上嚟，你係咪預備 provoke 佢發作咧？根本就用心不良。你一係就想將佢當馬騮咁玩，一係咧就引佢發癲，調轉頭控制個節目。你係控制唔到個節目。你做一啲當啲主持做一啲自己控制唔到嘅嘢，佢就 wild 離晒人網對佢嘅信任。係，即係事先完全係冇預計之內啦。唔係你做一啲完全徹底不負責任嘅嘢，你即係等於喺個直播室放火，結果燒死全陣令人一樣啫嘛。你哋全部不負責任。係啊，要全部獨立負上責任，同埋預設就係本身人網就係俾一個獨立自主權你啊嘛。係啊，係啊，從來你就要尊重呢一樣嘢。冇錯冇錯，即係你要好多時你要諗清諗楚，考慮嗰個後果同埋影響咯。呢個唔係淨止對個女事主係咪報警，我哋尊重佢嘅決定權。點解星期一先發佈？我一定要等個女事主同埋抽起呢條片，一定要佢同龍心再同意先可以再放翻呢條片上去。如果唔係，就係利用人哋。係，你即係揾一個，我舉個簡單啲嘅例子，你揾個弱智嘅人再嚟玩一樣啫嘛，即係咁樣樣係。係，呢個唔係選舉嘅考慮，唔係商業嘅考慮，係去到某啲情形，我哋一定係有原則嘅。係咯。呢個就真係嚴肅嘅一個宣示啦，咁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翻，同埋即係好似即係一路啲蕭生都亦都冇過問攞通識員嗰啲嘢嘅，即係絕對係啊，同埋即係間中啊，甚至中意係攞阿蕭生嚟講嘅，其實完全冇所謂嘅。咁所以其實係信任唔同主持自己嘅判斷同埋專業嘅。如果你本身係用你自己嘅知識或者你自己嘅能力咧，你嘅專長去講咧，其實冇問題嘅。如果你哋冇作出檢討，唔知道呢次自己做係唔啱嘅，咁當然係永遠唔能夠主持節目啦。係咪啊？但 anyway， 我哋係有失策，所以第一句就係我代表我慢必同埋宇陽向所有網友同公眾道歉。係咪啊？